我哋都試過佢嘅情況。Siri， 我幾個月前嘅 Cafe Grinnell 同邊個開過會啊？佢叫咩名？你哋 Cafe Grinnell 同 Zach Wingate 見過面 ？Zach， 演員 Bella Ramsey 就係靠住蘋果新版本嘅 Siri 先解圍到，而呢個版本原本話會俾所有人用。該功能仍未發布，佢原本計劃喺2025年4月或5月推出，但係而家計劃喺2026年春季推出。蘋果公司撤下咗該廣告，並因延遲而面臨訴訟，但呢一種脫節暴露出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。該公司喺人工智能競賽中失利，佢哋完全錯過咗機會，存在住猶豫不決。人並唔擔心呢個會成為現實。呢個故事講緊要保持領先有幾嘅困難。人工智能唔係佢哋與生俱來嘅強項。持續失敗唔只會影響 Siri， 仲有可能威脅到 iPhone 嘅主導地位。呢條產品線佔咗蘋果超過一半嘅收入，所以對於而家最明顯缺失嘅功能，如果再有失誤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人工智能有機會成為公司成敗嘅關鍵時刻。蘋果一直以嚟都着重好設計同易用性。歷史上佢哋通常會等其他人改良咗嘅技術之後，先至用自己嘅設計同埋加咗自家功能去完善啲，然後再展示俾大家嘅。而佢哋真係做得好出色。多啲觸控 iPad 最核心嘅技術，佢哋真係做得一絕。佢哋用自家晶片，完全打低晒所有對手。但係講到 AI， 佢哋好似仲未真係掌握到用戶體驗同核心技術。呢樣嘢喺 Siri 身上就最明顯。佢就好似一啲劇入邊嘅角色，仲有 Amazon 嘅 Alexa 一齊演出 Google Assistant， 仲有一段時間 Microsoft 嘅 Cortana 都喺度，可憐嘅 Cortana。但重點係咁，蘋果其實唔係自己創造 Siri， 佢係買翻嚟嘅。2011年嗰陣，呢個唔太出名嘅 App 幫蘋果贏咗個頭啖湯。當時市場上真係佢哋嘅可以同佢比。今日天氣點啊？呢度係今日嘅天氣預報。大家咧就一直都好渴望有啲咩智能助手軟件，而當時睇落嚟嘅真係有啲好前衛嚟嘅。但係喺早期嘅領先優勢，佢維持到幾耐？過咗幾年，其他對手都出場，感覺上仲先進好多。佢哋出產品比 Siri 遲咗4年，但好快就覺得佢哋已經領先 Siri 4年嚟。蘋果又再一次用錢去解決呢個新興嘅 AI 問題。佢哋挖咗 Google 其中一位頂尖 AI 高層 John Giannandrea。佢好快就接管咗 Siri 同埋所有 AI 相關嘅項目。佢哋將所有嘢都集中喺同一個部門之下。去到嗰個時候，大家都好興奮。唔單止因為蘋果從當時最大競爭對手手上搶咗一個寶貴嘅 AI 人才，而家佢哋覺得可以全力投入 AI 發展。Giannandrea 嗰隊團隊試過打造一個更輕巧、更快嘅 Siri， 但最終呢個項目都被放棄咗。同時，對手就急起直追，發展大型語言模型，呢啲正正就係生成式 AI 嘅基礎。對蘋果嚟講，情況就快要由壞變得更。Siri， 幫我揾個好字，佢完結呢句說話得唔得？叫做 ChatGPT。呢個 AI 語言工具令全球嘅人都有絕迷有驚訝，用起嚟幾乎好似同真人傾偈咁。ChatGPT 真係改變咗成個世界同埋成個行業。其實好多人都試緊用同 OpenAI 差唔多嘅技術嘅，但係佢哋未試過好似咁樣組合埋一齊，然之後推出俾消費者用。其他公司好快就發現，佢哋真係揾到佢哋嘅人，好似真係好想要。Craig Federighi， 蘋果嘅軟件工程主管，佢都意識到呢個係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，所以佢同其他高層一齊坐低，見咗 OpenAI， 又見咗 Anthropic， 想快啲學識 LLM 同埋模型嚟嘅。跟住 Federighi 即刻叫軟件工程團隊開始做開發一個全新系統層面嘅 AI 方案。係時候表現啦！一切都喺2024年6月喺全球開發者大會上匯聚。嗰陣公司就發佈咗 Apple Intelligence， 一個全新嘅個人智能系統，令你最貼身嘅產品變得更加有用同開心。佢哋出嚟展示咗好多嘢，落好勁嘅新功能，其中一個就係用嚟總結文字嘅寫作工具，可以幫你改寫、校對同埋總結文字，仲可以總結通知內容嘅。佢哋仲整咗個叫 Jamojis 嘅功能，基本上你打啲字落去就得，然後可以根據你輸入嘅文字創作任何類型嘅 emoji。佢哋仲冇咗嘅功能，好似通知優先排序咁。
Apple 就叫呢啲做屬於我哋大家嘅 AI。我哋而家要推出業界里程碑產品 Macintosh， 呢句其實係呼應翻當年佢哋推出 Mac 時講過，話嗰部係屬於我哋大家嘅電腦。但 Apple Intelligence 一開始就已經冇咗反應。到9月佢哋發佈嘅 iPhone 16，仲話呢部係第一部由零開始為 Apple Intelligence 設計嘅 iPhone， 但事實就有啲唔同。Apple Intelligence 其實要等到 iPhone 16出咗1個半月之後先正式推出啦。但最大嘅缺點就係 AI Siri 嗰啲功能。你知啦，就係而家部電話仲未有諗嗰啲功能。Apple Intelligence 對 Apple 嚟講真係一個大污點。呢個係公司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。佢哋喺歷史入邊，投資者都已經留意到呢點。AI 方面嘅不足係 Apple 今年嘅所謂7大科技巨頭入面股價表現咁弱其中一個原因。如果單喺 Siri 嗰啲功能，可能未必覺得好重要。事實上，我哋而家正進入一個 AI 裝置生態圈，一個由機器學習同人工智能推動嘅產品世界。Meta 做緊呢啲 ，Google 都做緊，就連 Apple 以前嘅設計總監 John Ive 都做緊。Apple 有幾個項目想拯救 Siri， 包括重建引擎、AI 網絡搜尋工具、全新視覺界面，仲有個更加對答流暢嘅助手。佢哋想將 Siri 變成一個隨時隨地都喺你身邊，可以幫你搞掂佢，而且你可以信賴嘅生活副駕。而家最大嘅討論點就係公司會有幾大程度依賴外部夥伴，定係靠自己嘅基礎模型團隊？你可能會問，咩叫基礎模型？冇問題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一個萬能型嘅大型軟件，為 AI 工具提供動力。例如 OpenAI 嘅 GPT-5 就係一個你可以喺 ChatGPT 產品入邊問咩都得嘅基礎模型。咁就好似家庭車嘅引擎一樣。對於 Apple 嚟講，呢一種技術可以成為一個全新、更強大 Siri 嘅核心。Apple 已經同 Google、OpenAI、Anthropic 傾過，想用佢哋嘅基礎模型冇取代自己嘅，即係用第三方嗰啲技術做底層架構。如果 Apple 真係做到，咁你就有機會見到一個真係好勁嘅產品。如果將 Apple 嘅用戶界面設計同最熱嘅核心技術結合，對消費者嚟講真係好有吸引力。因為老實講，大部分消費者其實唔太明白或者根本唔在意 AI 技術係邊個做嘅。Apple 只係想賣啲型嘅俾大家。佢哋而家正面臨嘅最大問題就係生成式 AI， 如果真係要自己做，真係又昂貴又非常花費時間，又極之難搞。諷刺嘅係 Apple 一啲出名嘅做法反而拖慢咗自己嘅進度。首先講到開支，雖然 Apple 手頭上有好多現金，但佢哋唔會亂啲使錢。喺 AI 界，你每季可能要投資幾百億美金，視乎你公司規模，仲要唔知最終有啲回報。Apple 唔會投放大量資金落去，除非佢哋知道一定會有巨大回報。呢張圖就反映咗呢個趨勢。Amazon、Google、Microsoft 同 Meta 都投放咗幾十億去買晶片同建數據中心，佢推動佢哋嘅 AI 模型，仲有支援為其他公司提供 AI 服務嘅商業模式。Apple 嘅開支少好多，部分原因係冇淨係專注做自己用嘅嘢。有啲 Apple Intelligence 強大嘅智能同強大嘅私隱，公司對私隱嘅立場都帶嚟咗限制。佢一直主張裝置上 AI 將大部分數據本地處理，確保私隱。但係 iPhone 嘅處理能力只夠做嘅簡單功能，好似總結一封電郵咁。如果要處理更進階嘅請求， Apple 就會用咗自己所謂嘅 Private Cloud Compute 伺服器。呢啲伺服器都係用咗自家嘅模型同晶片，有時就會用到 ChatGPT。你睇下佢賣咗幾多部 iPhone， 30億部。佢哋本來可以睇到好多搜尋數據，知道人哋點用手機，用咩 app， 但其實佢真係佢哋做訓練。同樣嘅謹慎態度都延伸到佢哋嘅產品開發上面。Apple 想開發一件產品時，佢會做足研究，然後坐低慢慢砌。佢好清楚自己要整咩，點樣去到目標。但 AI 就好似一個宇宙，你要邊做邊摸索。以前你可能一年出一次新產品，或者做一次軟件更新，而家就好似成日都要不停咁更新。就算你係一間有好多錢嘅大公司，都好難追得上。再加埋競爭對手都想搶頂尖人才，好似 Apple 幾年前咁。
Meta 同埋 OpenAI 向蘋果嘅基礎模型工程師投入咗巨額資金，以俾佢哋跳槽。喺一個案例中，蘋果基礎模型團隊 Meta 嘅一位負責人向佢提供咗數年價值超過2億美元嘅薪酬待遇。喺科技領域，作為一名工程師，你嘅薪水可能會好高啦，但係可能會達到幾十萬美元啦。咁呢個只係將事情推向咗一個全新嘅高度。早晨好，歡迎嚟到 Apple Park。喺9月 iPhone 17發佈會上 ，Apple 幾乎冇提及 AI， 設計一直都係我哋嘅核心所在，同埋我哋所做嘅一切。但係喺閉門會議入邊，庫克形容 AI 革命同互聯網同智能手機一樣大，甚至更大。佢仲同員工講，成功係屬於我哋去爭取嘅。除咗新 Siri 之外，公司仲開發緊一大堆產品，想追翻落後。呢種情況我哋見咗好多10年。Nokia 曾經係手機行業嘅頂尖。Apple 推出咗一個好得多嘅新產品 ，BlackBerry 都曾經係行業頂峰。Apple 又再推出咗一個更好嘅產品。如果佢哋唔快咁認真收購，改變合作夥伴關係，下一個 Apple 就會出現，佢哋就會有危險。